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谈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做代志久久摸摸无规气，咱会讲伊做旧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水。旧水的水，读思维水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水原底意思就是鬼神降灾的。另外形容一个人旧摸，咱会讲伊是旧水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水，读思维水第七条。若是讲一个人作怪，咱会讲伊是作水，或者是讲伊是鬼水。若鬼祟的意思是讲，这人真爱变鬼变怪，或者是无正常，嘛会当讲是鬼鬼怪怪。不离个咱现代，若是讲鬼鬼祟祟，也有一个意思是讲，这人业无够光明正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旧水，咱头前讲到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做代志无够规矩，拖拖刷刷，嘛会当讲是足旧模、旧旧闭闭、猫神论偏，嘛会当讲是搞刷刷。第二个词读做鬼祟，意思就是鬼鬼怪怪，或者是讲一个人做代志无够光明正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苏卡 A 是一个鬼祟的人，爱变鬼变怪，爱讲酸笑讲笑亏。也毋过若是开始做事，伊就规人变甲足旧髓，袂当稳准有任何的差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水，另外有时阵嘛读做水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